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2，诗篇145篇13节安尼讲：你的国度永远存在，你执掌的权柄线到万代。上主一切应允，信实可靠。伊听受伊所做的一切。三角来祈祷，听受阮一切受造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信实永无改变的全能上帝。你将你的宝座设立伫天里，地是你的脚踏椅。你予人的寿命早就已经注定，阮的岁月你在支配，你设立的限界，无人会当搬过。主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然安尼顾念，求你赐下你的怜悯甲恩典来临到阮。主啊，愿拢是你应听所创造的。主啊，愿要来学录你的名。因为你的国度永远存在，你执掌的权柄线到万代，你一切的应允信实可靠，你听受你所做的一切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